请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初1，旧历的正月25，礼拜5。新闻的头一条要来讲，温柔的查某人恶起来，原来真恶哦。来看高雄大寮有一对男女朋友，酒啉啉咧，伫路边起冤家，冤到尾也是查某先来动手，摕这个酒干甲安全帽啊，往查甫的头壳抬喊，甚至搁一直共扇嘴皮。查甫的大声甲嚷转去，但是拢无回手，正君子。虽然男方无要甲告，也毋过警察也是用假报法来办这个女子。什么叫我欺负你？这个查某会举酒干啊，这个查甫一个硬嘴，酒干啊为了头落卡落，煞来搁加扇嘴皮。我欺负你到我！扇过来的这查甫人扇到火大，开始大细声。我来欺负你嘛！我知嘛！想要到这个查某的比较歹，安全帽摕起来就甲卡。有民众翕到这个过程，有人看到袂做咧去报警，两个人后来拢被带去到警察局。原来两个人是男女朋友，伫啉酒了后起冤家。是女生情绪失控，结果男生一直安抚女生的情绪，女生因酒力不慎持酒瓶跟安全帽殴打男生。虽然男方无想要告，不过女方拍这个男方的行为已经予警察依法处理，伊家暴通报社会局。警方嘛呼吁民众，若对着亲戚朋友，也是另外一半的暴力行为，千万唔通吞忍，以免让暴力行为一直发生，恐惊会造成无多收拾的后果。